提起美食之都，大家都會諗起順德。順德對美食嘅研究，放眼全國都係數一數二嘅。今次食嘅就係順德醉鵝，醉鵝亦都係順德出名嘅菜式之一。要煮好醉鵝，唔單止技術要過硬，對食材嘅要求亦都非常高。因為嚟嘅人比較多，呢度隻鵝都幾大下，就點咗一隻鵝，一份鵝腸，一份鮮筍。筍係季節性供應㗎，最後再加多一份魚頭。雞亦都係呢度嘅特色，但係為咗食份新鮮鵝腸，就冇點雞啦。點呢幾味，五六個人都食到好飽，人均仲好平，埋單每人唔使100蚊。食材都係新鮮現殺㗎，鵝肉好實淨，咬嘅時候容易黐牙，汁底好濃，冇落好多調味料，但係有少少偏甜。同客家酸梅鵝係兩個完全唔同嘅做法同口味。一啖鵝肉，一啖白飯落肚，正到鼻。鵝腸同筍要等鵝食得差唔多先分別落鍋煮，唔係會影響隻鵝本身嘅味。魚頭都好大碟，口感好爽，味道鮮甜。如果唔執着食飯環境嘅話，呢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但係因為喺村入面停車有時會比較麻煩，有個缺點就係隻鵝放喺出面個籠度，有時會有蒼蠅周圍飛，比較影響用餐。